你这家伙只认酒不认人的吗？今天不能喝，明天再让你喝个够。走，咱们出发长泽县。启禀舵主，二位执事，兄弟们都已经安排好了。下去吧，我们再等一会就动身。从兄弟是担心今晚出什么意外。据我所知，饿狼帮的狗营已经害怕了，今晚之后就准备解散饿狼帮，将长泽县的地盘全部让出来。他若这般识趣倒还好，我只是担心强国人生性狡诈，别有什么阴谋诡计。哼，饿狼帮就一个酒品，能翻起多大风浪？两位可别忘了，长泽县的3位捕头可都是酒品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饿狼帮算是长泽县的本土帮会，经营多年，与孙县令和3位捕头都有利益往来。